冬天洗澡哦，顺序要相反的，从脚到头啊。夏天先洗头没关系，天气热嘛。冬天冷哦，顺序要反过来，从脚到头，不然头一开始就碰到冷，很长的时间都身体冷，感觉冷的话，有的血管会收缩，有的会造成中风。浴室里面你摔倒中风了，因为中风再造成摔倒昏倒，你看很多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冬天洗澡先洗头，水捧起来是热热的，洗过以后就变凉了，凉了以后头部会消耗散热，那造成那个为了保暖，很多血液都流到头部，会造成那个血管收缩呢，破裂，会造成中风危险，所以要先从脚底开始洗。